我想数款后上太上宫，有吗？太感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中国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鼓楼，大家都伫台湾是凉水嘅王国。1980年代嘅泡沫风潮到1990年代小韩小三，甚至到後來啲國際上千出名嘅珍珠奶茶，相信大家都知。韓國去年有人統計，全台灣有26000人間嘅飲料店，全台灣每年失去嘅涼水，貼起來做嚟貼。2萬錯嘅熱冷熱暗果，都帶全台灣人做乜嘅暗好食涼水咧？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一下涼水對佢哋生活有乜嘅影響咯。掌聲歡迎！主持人老大說嘅就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看到配上認識涼水愛去㗎，冇是會非常艱苦嘅阿志怡。冇關係，你只要艱苦，你爽快就好。第一集老大說嘅就係你家。大家好，我係說涼水完全唔是使用乜嘅理由嘅你家家家。涼水就是按歡喜，按歡喜，做咩同佢生？意思就係講冇關係，老娘有本錢。解除黑社會。第三集啦，上嚟就係葉蓉。大家好，我係武漢人，呢啲天外容易唔了，來鼓勵自家解決咯。後半年做西做台，衝人做台機做台做辦公，仲有而家做辦公就係食涼水，只有鼓勵出錯，按貼片，有冇按抽？從而來你冇看，冇看到，等一下來看一下，就到底有沒有影響到自己的健康？第四集啦，小開頭家人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都係愛涼水人嘅家人。涼水人，哇，有快係咪？人家任何四阿妹係水做，佢係涼水做。按甜嘛，甜滋滋哦。第五集啦，細個就係美倫。大家好，我係一年最多做在食8杯涼水嘅肌肉保持人美倫。阿妹愛，不錯，大家做夢愛聽啊！你咪還有本錢愛錢有本錢。好嘞，歐巴倫，好，等下再來講。最美老大細個就係是呢名嘅。顏彥峰。大家好，我係美麗嘅飲料店都有起來嘅副推名單嘅彥峰。他是美食收藏家，大家記哦，他是那個神秘客地嘛。哦，因為係貼票咧，個總公司會搶喺神秘客去做挑戰嘛。哦，基本上呢個唔好做唔得，應該涼水哦，通平通到，連個半糖變成了全糖的做唔得，其實按用心原因哦。不過一開始講到台灣係涼水王國嘛，有當到係涼水店咧，26000人間，還要一直增加當中，盡快盡到。不過啥下來問題就係，因為那個喝涼水的頻率是多少？自己喝涼水小氣鬼，因為啱講喝涼水，嘿，愛喝涼水頻率呢，其實有其他人相比啊，真係差挺遠的，因為可能愛平均就係呢1-2個禮拜食1擺，甚至有啲時可能都係1年爭食1擺。哦，咁做乜嘢有嚟啊？咁呢個擴大用途嚟，有生嚟嗬，總之買嘢愛咁樣有時候先講到多種類，因為呢其實像平常時啊流嘅涼水相比啊，愛較好食嘅咖啡，還有嘅果汁水，因為愛剛剛吃涼水就會有這種催餓感，就懂吃的哇，所以今天好像犯罪一樣。對，會覺得今天是醉了的，嘿，故說那衝力感吧，就會讓你不犯罪。冇了解，我哋講食材飯，那係看到配上嘢有食，愛吃感冇食就會非常艱苦，故說係今日有食。因為太家都有事，太家都有事，唔了有食愛就愛食。哦，你就今日催我咁咯，係啊，所以哦，感定那邊，你們會愛食咩？就可能啲人鴉片。轉嫁到配上你嘅神通去抽嘅。咁我來問一下你家，你平常你凍夾雪涼水嗎？凍夾雪涼水，那個涼水哈，我也雖然是小公主，小公主哈，又蠻講的。其實因為呀，它熱甜嘛，哈，熱甜甜嘅咧，愛食乜嘅，當然冇愛食翻出來是涼水呀。誒，等一下，那個概念咩要正常，因為冇唔長咧。哦，我就會知道涼水愛有一筆哈。你真傳唔是涼水，珍珠就會翻，珍珠就會翻，跟小紫蘇就是那個菜，對，那個就懂天土味蛋糕。所以涼水就會跑肚哦，那就以為有翻有跑。2菜1湯嘛，就有嘿。
洋菜一汤黑马改黑芦荟加3粉圆，那个饭黑马改黑整猪，那同係咪就2歲？我想睇到你大煙嗎？錯冇？不知道其實新係當接受為生2歲，生到2歲唔理嘅啦，係。不過喺講寒天嘅話，就係可以鼓勵自己嘅話，就係生2歲啦。哦，你懂這樣鼓勵自己？我是很需要被鼓勵的孩子。因為每天都要給自己一點正能量，所以當然就會食2歲，跟阿比倫呢。我這個吼，一禮拜差不多當你做的時候，有上司的營業冇顧這一筆。啊，你可能有細細聽到啊。係啊，冇啦，你就跟我一樣啊，卡皮啊。我哎呀，然後我係充電嘛，充電係冇假糖呀。我講係咩有問題？中間冇假糖係唔偏，呢個係冇問題。係咪冇焦點來條條嘅假？前幾可能係條條要假嚇，咁覺得撒下來問題真係是講，因為剛才燕峰有講嘛，佢最特檢點就有7家嘅夫胎名單，然後請大家寫一下，唔到第2歲點這2歲，哎加埋個料，要講7個要加餅嘛，要加糖嘛，像大家聽下來，然後排變起來，先門立用了係乜個意思？等一下，我就是覺得。這個其他都還好，剛才你個圈通係乜個意思？我看到我寫圈通是學到的，你是怎樣？我是那個唐少女 Sugar Lady。Sugar Girl。我話啲圈通係用鹽水嘅限制嘅，兩班講，啲係我18歲嘅時節，後生時節是圈通，該用心嘅非常好是該。不良牛奶加混干，傳統是通前會起到凍甜，咱做得加，唔過可能係有啲鹽水咧，是起到身體空氣下沖擾，是慢慢的變做半通，或是滴滴通時候咧，咱個咧下未凍好是該天然嘅擦嘅米線，未起到凍好啦。先擦是好嘛？係啊。那個挑白哈，你看那個累積下來，以後可能要洗腎哦，家裡。洗腎。未要結上吼。係啦。咁啊，每下7家有簽到名單，夫胎名單就看你有嘅名單有幾厲害來，老大家分享下好冇？唔，其實就係我出去那邊時常喺點半糖手邊、半糖手邊，因為重要，因為其實我以前喺嗰好是過甜嘅，唔過後來有啲那邊表演，同那邊送天師啊，或者有啲那邊唱古文太個堂。形象。從咪半然後買個飲料過去，我未看到就講。按批嘅慢是2個咯，不錯。咩？我漢白去老人講兩句話，係化妝師，燕峰啊，老松鎮嘅相比啊，你多亮嘅，要減肥咯。做啦，鼓手就廣告嘅，我還是很喜歡加料誒。跟住加埋料。誒，我個顯影版蠻有份嘅，不過就係顯影版其實就係係因為那天時間啊，最好是顯影版，係因為顯影版是係。就是有點對淬火降火這樣，不是阿美這種因為燒涼誒，就講冇啊，是顯影版啊，冇啦。那這個上色就請加 Q 啦，大概加 Q， 加 Q 啊，講顯影版啊，就係顯影版先炒米啊，唔會啦，唔會過長。主要阿美講兩咩2歲，你係鹹臭，係鹹臭，是孔雀呢？是孔雀，是客家米嘅，主要係加 Q。對，問一下呢片有真的減糖成功的是嗎？冇咁錯，啱攞嚟用佢，田定年紀有變化，其實頭擺聽咗全糖全餅裝做對，真好食。唔過3、4歲過後，我就想講冇得食按多好咧，食半糖，冇加餅。唔過服務員嘅有一日就改變了，唔係天天嘅來哦。笨懵啊！慢熱冷熱吞懵。係佢都唔得講，係服務員嘅空氣嚟，我想去食小嘅飲料，佢用時佢是嗌就用加餅天都會食嘅，就算係熱天嗌咩去食小嘅飲料，唔加糖，唔知嘛，嗌自己咩黑。反正你講，我聽到14歲過後又是全糖咩？有笨懵嘅，佢用時可能係有成功嘅。做得啦，叫講咧44花，差唔多咧，個營養冇出高題，所以老嘅營養冇一下有啲好點點嘅，就想話食無糖嘅東西佢用，唔知教下聲音掉，跟阿自己分享一下就好。我就係微微啦，微。其實我微種種嘅
会空起生毛痛诶，不过我就会讲你那生毛痛的话，就冇是2岁嘅意义啊，係冇。故說其實我平常時冇充記到按歐巴，乜嘅加乜嘅料，我就加卡甜鹽乜嘅蘆薈啦，還有小紫蘇啦。而且我們後生乜嘅珍珠呢，差不多來看到。我就每人看到，我就會睇到生。唔是超，等一下那個下去節目自己去打架。不過咧問一下觀眾朋友，你好選哪都有2歲，你選2歲是些干貝加料咧，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窮下來分享，選2歲是些都到哪都有神奇嘅事情咯。最重要嘅愛來咧哦，有人搶嘅時節，一定愛生，搶嘅冇嘢，係，因為呢呢個2歲嘅贊助商白鉗係冇，白鉗有蠻多咧，不錯，你有2歲生。今天本節節目感謝中白鉗贊助播出。故作希望中白鉗啊，大伯啊，都做得蠻多哦，什麼感謝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今每個大家講這種12歲嘅時候會講內地嘅料，因為香港蘆薈小紫蘇啦，香港嘅食太高，還有就做專業傳來食，真傳來食，這種冇可能見嘅人絕對唔好。不過在下亂看，就像是講同熱天嘅時節，天氣熱熱吼，熱天熱熱想嚟食涼水，還係講用貴日做些做體，想嚟做飯工嘅時節，想嚟本自己就鼓勵嘛食涼水，個鴨子，你睇冇鴨都係食涼水。冇，黑記冇熱冇鴨啲。黑記。好嘞，唔是上都鴨，都冇嘢冇鴨。唔是上賭，太假中央。其實我這人就會爽唔錯嘅人，因為蠻講，我食2歲係靠喜歡呢。你鬧素唔錯到，但有乜嘅關係？你鬧處女座嘛冇關係，有天到那要星座當好。好，比如講我愛做些嘅時節，就會是因為像可能一下做些，大家就會抽啲下來聽2歲嘛。但係你其他人都聽嘅，我自家冇識到。看到就會動艱苦，係冇動險險，故所我就會強下身嚟做些事。韓國你唱歌下集中有講啊，那有啲時啊做些啊聽甜嘅啊，過後我咪會買俾2歲本自家療癒，係試下哇塞。再講來，有啲時可能約會係出去搞嘅時節，大家都不用送。出去搞嘅時節，真係就唔是上岸的，因為你就會你玩掃興，故所你大家愛食就會強，係最重要嘅愛來咧哦。有人搶嘅時節，一定愛生，搶嘅冇嘢，係，因為呢呢個2歲嘅贊助商白鉗係冇，白鉗有蠻多咧，不錯，你有2歲生。今天本節目感謝中白鉗贊助播出。故作希望中白鉗啊，大伯啊，都做得蠻多哦，什麼感謝？你睇下大師都有2歲贊助。你冇才還有這麼多存在感，因為有聽，喺呢教嚟講下，乜嘅時節本特別想愛食2歲。其實真嘅係有時冇些時間，就都想愛食2歲。你最近1年頭啱都會生嘅。講嚟都係生無同嘅啊，嗰時候算係當空嘅。加凍到了係嘛？係加凍到了，按個做對。唔過你係知道呢，其實你食2歲真係冇使用乜嘅時間乜嘅理由，像我自家就熱天嘅時候想愛食2歲嘛，嗬，韓國下煮茶，放條嘅幾難過嘅時，咩可以食條嘅2歲啊，差唔多。唔會仲甜嘅，唔會就無糖啊，唔過地方有青島料係魚頭嘅啊，乜嘅珍珠啊，不是，其實我按用剛剛好協調好按用。好，謝謝。要給口裡啦，要自己口裡。食2歲就冇使用。你種唔會分享嘅，就本你去打食就好。你用來講一下。好，我是係吃到飲料同一種係緊正強活，正增強。你係這是教育心理學系。土樹土豆。還有白就是韓國嗰種小老鼠實驗。還是小老鼠。係，那小老鼠。本佢寫嗰假設有鉗那個有按機關就本佢寫水，冇按機關就是總嘅寫水。栗鼠。只係講好，貴日做些按摩很看，如果做乜嘅台上講嘅回答題目啊，冇師傅呢個開發，冇時大家就聽未懂到誰好做，做睇了後是挺出愛去買飲料，你鼓勵下自家，睇佢做得
大日某时稍走，它就会有力量，就得继续行下去。真紧，因为像係特別六人時節，像愛前一年啊，再講，假使從台上講動牙轉到 vocal， 哦，動牙應該是動這種講。好，我今天一定要喝飲料。珍珠奶茶。天橋是用好買，就冇好買啊，所以我都前一年都不用到北上。我咪另外我自己做那個冷泡茶，自己來學。還講我先冇咖啡研究來選米茶這種東西，就是覺得說哦，啲秋酸。摸一些湯的時節，也不要給自己重蹈負擔。我比你家健康多了，真的是。你家好也好嘛，真嘅。不過特生因食兩水又冇強嚟嘅管嘛，你講從因愛加料，又因填出來些摸湯嘅，又因可能加更多白，還可以填出來去奶見賣上炒，係麼？嘅眼煙風，即個是兩水又嘛嘅特別嘅習慣。其實我買嘅 TP 習慣，唔講嗌就係唔會變嘅量嘅變到夾呀，嗌就係經驗就會適合，因為嗰度可能買珍珠奶茶，你會珍珠唔變，他們綿綿，兄弟會變隔年就變公硬嘅啊，嗰度嘅唔合適咧。啊，反而嘅嗌嗰好賣啊嘅。比那邊有些唔係硬買啦，有些可能係有條發痛啊，因為上邊有千定影下嘅圖案，係用量嘅提燈拿出去賣貴縫片，嗰時也可以買，也很環保啦，可以重複利用嘛。其實你唔係真係環保啦，聽唔卡呢天聽聽。唔會啊，你就會一直重複利用。買以後就會條邊去帶出門。就會見買。這樣不環保。見買呢種就本來上到利價。利價。按多嘅環保餐具，睇下幾點冇？佢有什麼濕筍板？濕筍板嘅塊，嘅板筍係嘛嘅？因為用到誒，仲有廚具。我想嗌一下行喺無帶飯。行到我嗰垃圾桶都落塊跌落去。誒，你嘅香港台上講最唔環保嘅就係利價，有啲解要。講到利價，就本利價來講，這個是兩水有嘛嘅奇怪特殊嘅怪癖，潔癖很多的，那種強力後。佢哋上已經矯正了。懂嘛，反動都會磨。冇，因為像愛食兩水嘅時間吼，就會給足管嘛。有陣時因為我們會一口氣，然後佢全部食槍槍，錯冇？當然嘅，當然。慢熱，又沒油啊！沒吃六筆哈，因為是水嘅。嗰時有陣時因為隔一段時間嚟，天天嚟去食嘛，嗰個藝術嘅足管同埋動腦會接觸嘅空氣，而且留意足管嘅拖嘅流動，韓國辣到嘅足管拖嘅蛋糕，按樣攪起來。係。啲人主要講嘅足管推，你就一般一般攞嚟拆開就嚟放係嘛，佢冇如果嚟流動，假使人兩下食都一般，而且去做其他嘅事情，然後繼續嚟辣上去，唔會打火，係唔會打火按樣，所以按樣較強力條嘅啦。有陣時去公園啊，動到嘅污染啊，如果而家咩樹俾跳起呢？啲空氣那係唔強烈嘅話，用緊啥？就帶出嚟咩？所以你帶進去啦。動槍力啦，佢加上繼續下去，佢完全連續都唔係，真嘅唔是講啊，唔過韓國人朋友一個動奇怪怪癖，真見動奇怪，因為像我朋友吼，誒你食嘅動到嘅酒嘅涼水啊、奶茶、紅茶，係唔係蛋糕嘅飲料凍是不是？對對，佢都有供銷法嘅，蛋糕都係啲人工嘅啊，嗰時我嘅朋友啲動奇怪，佢做嘅足管愛凍嘅時間吼，佢聽錯位。凍嘅人工嘅條拿，你看就會壓條嘅人工有冇？韓國人唔好集權啊！誒，都係正面講哦。我咪強調韓國假使佢要木住我啲草木住壓力一台。誒，其實基本唔係矮朋友，係矮人。我真係睇到歪啊！原來亞朋友雖然二十㗎，不過講到正經啊，假使講。依個家子講一家嘛，咁個兩下半可以講下性變有啲人可能食涼水都奇怪，比如說他喝涼水之後，身體那度嘅微波爐先微波完，然後再來食。我前幾日有談過兩句，佢我背賣咗啦，還有自家病到這樣背嘅地步，還要而且賣社會就開啊！我不懂，他就說愛聽從愛賣那種小餅，拿咗嚟做公益保養會案嘅事情，
这个有谈过种奇怪两怪癖嘛？自己人家身边有冇？我的朋友迄无按奇怪，比如嘛甲微波炉啦。不过我的朋友咩非常的黑吧，因为蛮讲，佢真正动好食凉水，就会就算你有生风的，还还会食哦。係韓國佢非常黑吧，就係呢，佢嘅涼水啊，做得食熱熱、貴熱的，因為可能佢動煮起買涼水，佢就愛用慢慢食，慢慢食，食到按不條含油。韓國佢一天愛食油加嘛加椰果，含油呢珍珠的，食到按不條嘅珍珠你有買見？空氣來，我大概看到。你攞一個，等下你嘅珍珠要係扮演。韓國跟你食到按不條嘅涼水啊，看起來也是濁濁的，就有對歐洲，你就講。我係松掌嘢咧嘛。感覺就哎，我剛好食，佢就都好食，都奇怪。當然講，因為我哋有啲人可能嘅背涼水係沖咗食到飲，我可能係冇加料，加上都不用料落去。你會覺得說，如果假設係熱天的時節，其實講實在，迄茶吼，從只有順不用到按不條嘅茶，你會變整。所以頭擺人就講嘛，隔熱茶會透過時沙，就講假設你係茶米水不用到隔熱，可能會變質。你寫起來那種裡面的這種咖啡因或者那種兒茶素，可能會讓你的自己肚子會造成冇訴訟嘅情況。身體唔好啦。哦，難對哈。你老人情況其實講。冇嗌到接送嘅來食嘅。阿簡呢？唐講。七家身邊阿 Q 啊。錯，嗌阿 Q 哦，唔食滾水。唔食拍滾水。食滾水哦。你試下都唔食，但槍食茶。嗰個嗌咩呢？咩唔食滾水？因為要傳到就傳。用芝麻就咁樣。係錯，嗰個佢用茶出去了時間就自己泡茶。迄個實體嚟欺騙你上店，咩係買茶來食？古時候講出來嘅時間，我從細到大，唔食過滾水，但係是大家學啊，成日每本係食茶。你是茶包？你想一下，到底係先飲茶就講泡起來嘅茶，係講用叫做水裡會調掉嘅茶米，咁樣做茶米水。唔係用茶米泡嘅。釀茶，本上世就是釀茶。你這裡沒有動態，因為茶色妹。你等下，真係而家啲對面可能已經檢查一下，可能要結沙。冇嘅，已經關係。呀，生蟲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有冇？有可能要去看一下。冇啦，迄個我喺圖書嘅時間，看到我嘅同學都嘅食滾水，我想講好奇怪，我有好奇啊掉，咪你買嚟食，我想講哎哦，因為有按摩咪絲嘅。滾水有冇有咪絲啦？假人會啦，假人就有咪絲嘅。有冇睇係買茶葉嘅係冇？唔係，唔係啊。不過你是用嘅咩係蹦茶哦？錯，我咪係，我冇啦，我食滾水我冇按。因為做唔得蹦茶。哎呀，做唔得，我咪我 Q 到人嘅。很奇怪。你愛吃了，剛才已經講到奇怪，你講啊，熏紅葉，哎，那是什麼？哦，開水啊，我沒有喝過開水呢，剛剛結果滾水呢。可以杯嗎？拜託。應該是係好嗎？有時佢咧，冇面冇事，因為好鮮，唔好鮮嘅。咁阿美倫嚟講下，即個有乜嘅？一開始就講，做隻營業18比涼水嚟講一下啦。係，因為後我七家當強熱，故所我係譬如有時出去講價啊，也係出去了嘅時間吼，我營業千個嘅機率愛18比。樣板講，只要順出去了嘅咩？我隨時數行再拿定，因為。拿點名點就會講文，有時就講本次間入頭啊，充點係啊，但做唔嚟食啊嗰種便利商店買嗰種乾嘅啊，一天我素嘢嘅飲料，因為個地方有病菌，1點鐘一比差唔多，估數8點鐘就8比。哦，唔過嗱本次間嘅外邊喺香港，哎呀，我食無加糖嘅應該係做得啦。要加料冇？要加料冇？冇加料，我只有一隻時間，比如講有上市會有新出嘅品相，啊就香港啊新出試看呢，這樣時啊做上啊，既然說咧就加料好啦。而家唔係講無糖飲料，無糖嘅涼水是真緊無糖，有相似嘅無糖，像係剛才講嘅可能塑料店好少，咁講家陣去到便利商店食到當到無糖嘅用台糖。哦。有相似其實對身體嘛唔係真緊講，唔係講真緊講係當好嘅事情。咁觀眾朋友嘛上一行假是食涼水過後，對你自家嘅身體康健方面咁真緊有影響咧。等下將來繼續落睇下向下來打水鼓了。因為從熱天嘅時節，熱天嘅時節，應該細妹啊都會用熱水來來湯。熱水台嘅時節睇下就點樣？熱天嘅時節，熱水台嘅時節。
嘅乜嘢？太忙12歲，姑嫂我就悶悶不樂。係咪跳浮誇？有吧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嗬，加上一台問過大家講，這個12歲嘅時候要乜嘅這個細細嘅習慣。不過呢一篇還要提醒大家嗬，國民健康署嘅調查裡面有發現到，喺高中生以下嗬，有超過90%嘅高中生，每禮拜最少食100嘅有糖涼水。韓國所有人當中咧，有超過40%嘅人呢，啲每禮拜至少食700有糖嘅涼水，係無糖嘅冇。所以看起來台灣人真正當好是有糖嘅涼水，你按你食停加食是真正對嘅食嘅時候，可能食到哦，按你再喝一下就冇嘅。唔講唔食嘅過後，可能有糖點到喊啊肚渴，點到喊啊再走，冇唔單止冇食到水，點到讓本人自家身體底部嘅水就本人代替嘅。咁過呢下就問題就係講，你食係涼水過後，身體感有乜改變化，係變好，也係變唔好咧？你家先嚟講。涼水公主，每次到酸，其實冇乜嘅邊呢。其實係酸同埋邊。有一個安尼悶好咧，你家是冇食到涼水，因為吃到用半氣。誒，冇食涼水其實有時候會吃到冬天呐。嘿，因為從熱天嘅時節，熱天嘅時節，應該細妹啊都會有熱死會來嘛。熱死都係個時節，睇下出底下。熱天嘅時節，因為從大正嘅應該是會來嘛，唔過嗌出到好食病嘅，古時候嗌出就唔會關機，就係輕啲食病嘅，食到就會熱死唔會來嘅，較慢來啦，就有問題啦。但是亞韓算正常，唔會差別。我講嘅亞韓要卡食嘅小兵、衛兵，係有一條。咩共用係病嘅小兵，邊咧有乜正常？因為條牌係共用。條牌係食卡到嘅。因為佢熱天就會來啦，佢冷天就唔講。而家自強仲厲害。係，而家自強先厲害。唔過稍後仲有冇阿自然，自家知道。有食到嘅涼水，也講冇食涼水嘅時候，自家身體也心理上有乜嘅變化嗎？唔係捱，係捱我爸嘅朋友，最喺家啦。我家下都有神康行可以食涼水，你冇神康吧？冇。最你捱嗰啲朋友又蠻閒，佢有班捱就讀到幾啊，佢就看起來就精神冇蠻好，心情唔好，捱就講，嘿，因為嚟呢，你今日喺讀到乜嘅事情哦，看起來都受理，佢就。因為我嘅乜嘢太忙12歲，姑嫂我就悶悶不樂。係咪跳浮誇？有吧？你這樣跳潮歌咧，就我感覺也係有啲偏咧，就涼水偏。一下嘅你係數據嘅成癮症，佢唔係佢係涼水成癮症。食到會公煙咧。真嘅。因為像這種應該血糖多嘅時節，又係講忽然間鬧痛天體，就從個食染嘅飲料，鬧斷染嘅時節要戒煙改染，因為係戒斷症狀啊。開始按用樽。係，誒，真嘅要食斷要嘅，平常啲食好多糖因，假使差那個斷體、那個斷體佢真嘅會出現那種戒斷症狀。不過假使時間綁好腸道，那種戒糖的好處是慢慢的出現。安眼風，做對老大家分享一下加涼水過後有乜嘅好嘅表現冇？我想同大家講唔係香怕啦，唔係香怕，就係因為加糖以後，係記得因為各種營養性嘅時間。跟住我因為時常是食藥，古時候變過太苦。跟住我因為我就同大家講，做唔得係食涼水嘅。啊，唔過我喺上講冇食涼水以後，就係精神會變過好，唔會變臭。做乜嘅？因為跟住我喺同大家講，拜一到拜五都做唔得食涼嘅，做點咩涼嘅咩做唔得咯，就做唔得是檸茶、紅茶做唔得。唔過我拜六拜日係做點做些嘛，古時候做些是。底部嘅量嘅唔是錢，就唔是錢啊！因為見之後就迄個規模係嘛做點，嗰時候就做得食。唔過嗰陣係拜一到拜日全冇食，咩冇食點錢。嗰陣係過半夜以後係超過8公斤。唔過可能係因為過
后上啊各种营养成分就代谢很好，MD 他们还用的。让它代谢好就所以不過就係冇適量嘅真是係對身體會過好啊，認真檢查佢度。跟人家有什麼？好冇。重點問。你發正經我對兩歲公主來，兩歲小公主來講，一款老品購買，一整一比聽聽這是2歲小公主，那是2歲做的小王子，加身體用水做，真緊啊！假設我鍛鍊一下，然後2歲那種飲料來去鍛鍊，唔係安吉嘅事情。又相信會有一種替代飲料嘅方式。國民健康書嘛，教大家講，第一應該是拍滾水，當然是拍滾水。假年就冇法子啊！色彩啊！所以天一種就講唔拖2歲嘅時間，而且加來拖，比如講唔下無糖嘅啊，先對無糖開始。第3加是真正最好嘅時間是牛奶。哦。唔過唔會唔做唔得，但就讓牛奶準水些。這樣做咩做唔得？做唔得。唔過問下葉蓉，自家冇想係食有糖嘅飲料嘅時間，咪先來到東西。我自家其實到家年強容都好食茶，有上是你冇卡斯會溶解茶包啊，冇是茶米一家煮茶，冇是入上西起都動無聊，冇是挺簡單的，想要吃點別的嘅時間，是會加檸檬啊，冇是加蒜末，有酸酸甜甜嘅感覺。佢講喺嘴唇，因為熱天實在挺熱的，我是非常好食嘅奶油水。奶油水係非常解脂，奶水。咁個咧奶水要上次會甜涼，自家會整一下。夜市來世界中的。韓國家下阿家呢，還有葉老師就講到個茶米水，然後茶米準水是，咁個原因假是食太多茶米水，電都會變做，它是利尿的，會讓你身體上嘅水分全去帶走，所以你變成很多。韓國係補水，應該是按多嘅茶米水。應該係補更多嘅水，冇唔正經攞嘅時間會長間呢，可以看藥啊，可以就填光掉。太搞我鬧到唔知哪一款嘅。你開啦，你這開始純熟來數一下，是挺多茶米水嘅，來看下人藥有結生哦。你來分享下，你下下假使我拌藥會較好，我是茶米水。我一下會自家做飲料啦。像我自家泡茶米係嘛？冇錯，咁樣咁樣。唔係對啊，我會留嘅黃梨、菱角，安尼切到細細啲，安尼煮一下。啊，因為購置本單購置就甜咧，我就冇加糖。啊，煮到黏過後再加茶。我係啊，你嗱係咁樣啊？唔知你係茶米嘅。水果紅茶，係水果餅茶。韓國嘅存下來嘅果子，再給我煮一下，就會變做果子醬。當然總得很簡單講，你係開始總得完全唔學。要是我也不總得，跟阿自己這種三長年當生意白，跟你田長會來嘅咩做唔得，所以就咁慢慢的減量，天天的減，就做得本質噶，慢慢。這種戒糖調整起來，俾按煙風，跟你自家處理啲2歲以外，你自家咧還有乜嘅替代嘅方案？其實呢，因為我送太好以後嘛，就嗰道吃的東西裡面都是 no boy 啊，有時間好高的東西，嗰時候是自助餐是偏離上天。嗰陣時講，因為好高我沒有買涼嘅，就同佢講，同自家講總唔得是涼。牛奶。從嗰時候我去買乜嘅，我去買氣泡水。因為個氣泡水，所以有一個氣泡水，就係伊係主打無糖、無熱量，不過伊個食起來嗰種汽水。但係講會有糖定無糖嘅唔是？其實你就像無糖。帶糖嘅感覺，就係帶糖，就會有。其實我是咧，就係我上到是涼嘅，我就去買個氣泡水，結果係涼陣呀，嗰陣嘅嘢，就變翻嚟咧。唔係啊，你看喺暑假試過第二次嘛，跟住就是差不多嘅5年6年嘅時間，跟住就是大概過了2-3個月之後，大概瘦了有2-3公斤。哦，唔講係唔啲，係健康唔健康，唔緊係我係覺得嘢。高中係真實係無糖，可能對身體係一定有差別啊。給阿志，你對氣泡水蠻有意見嘅？冇錯，因為我一部嘅真係咩青好色嘅氣泡水。你有投資？主題嘅代言人董言導，董思文。
之外，因为最近没请有名嘛，冇错，因为个气泡水真紧冲压下有浸到气泡水就会有 Q 面，就总后是就是会有那种少女感的感觉。再过来因为冲来起来就青好色咖啡啊，不过有段时间冲压唔适合色咖啡，因为就冇办法水落高嘛。故所以那出去了的时间有啲我杯就东上的色就会有 Q 面的东西，因为冇办法吃咖啡，故所我就会先吃一片的送量，就懂理片，就自家买个气泡水，色过后呢嘴就唔会溶溶咧。不過老太太還係有分享啊，那氣泡水吼，雖然講有上些寫嘅歌後，假使講你係一種平常時那種消化含方便嘅嘢，咁食氣泡水就會增加腸胃嘅疼痛，增加腸胃蠕動。不過假使你係胃本身是唔好嘅，胃本來就冇按好嘅嘢，那種氣泡水可能會變成你嘅胃酸很多，會到時會 S 酸。難怪。有 S 酸的情況。酸係嘅意思啊，胃食道逆流，有可能會重新按那個。你看是他，你可能繼續食下去就會胃食道。唔係，就是講買個東西都要去接嘅。平常時這個干呢，你就知道按你量做得總得個加落去，你這個要有硬，這個要有恆心，要有耐力，要跟彥峰大師學習。做得。不過睇這個正經啊，大家都知嘛，人體哦70%係用水做，唔係炒麵哦，係水做。你好可能用一好最少是2000cc 的水嘛，就體重乘以30，要講從應該70公斤，而且你差唔多需要食2100cc 左右那種嚟水量，自家做咧轉去，自家再假使你食炒麵水慳得多，你要補回來哈。不過乜嘅時節係愛食水咧，你加。像我吼，睇下按用糖酸了以後吼，我做我係最恐怖的。你知道沒關係，因為其實你那邊恐怖，然後我平常時啲不下都食水卡多掉誒。做乜嘅啲我杯會食涼水，我咪底下我睇下做乜嘅食涼水，因為啲我杯時間要帶個水罐咧，係咪懂麻煩？故所以你就會喜歡買涼水嘛，吼，係錯嘛。如果啲水罐咧，你會知道啊，帶按太雜吼，而且冇水呀，涼水是狗。有個偏就真嘅，哎呀，都麻煩。我想喺講第一步下嘅時間咧，其實我會盡量嚟食水，尤其我一下我咪會搭皮啊運痛，運痛你就會流汗嘛，啊流汗嘅時間咧，你就會食凍到嘅水。冇錯，我就係狂傾嘅退表啦。好啦，不過真嘅啦，假使你啲嘅辦公室啊個 vocado，你就會本自己有上次愛唱嘅愛啲嘅阿家呢，也慢慢裡面有，你就準備一個良好的量。根本就會留了乾水分幾度嘅所有嘅水，然後嘅色體。因為講假使你喺吹氣鵝杯嘅時候講，基本上係氣鵝杯，好冇便宜。我現在就會帶那種一罐，就係1000cc 嘅，可能因為帶2000太重了，重。那原因就撈來1000cc，那啲鵝杯就撈一雪體。假使你要雪體，應該是講去買那種一般的那種保特瓶的那種水，撈去雪體去嘛。給兒子唔好食水，也用介紹嚟補水咧。其實我以前真係唔好食水，細細嘅時食水也不會嘔啲。因為我就感覺嘅意思，哎呦，都奇怪。係唔過喺度，我感覺顏色多嘅，真係愛開始時就會灌水。故所以我就白自家食水，過後我就參參習慣。再講我會提倡自家，我有嘅軟體就會提倡食水嘅軟體。係見到係1點鐘我就愛食水了，愛食水了就用提倡。看到嘅提倡人就會食1號，看到提倡就食1號。係我感覺愛用1號啦。係真嘅，就是大家用設計嘅方式來補水。其實那種青島嘅 app 就沒地方便嘛，而家青島清理片嘛，大家就有用自己的手環嘛，冇咁錯。不過睇自家平常心啲鵝杯時陣用板去老自家講，我食好多豆水咧，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傾下來分享了。水罐嚟補牙尾，係一個時間多嚟就拿補牙，我就是因為我自己講。牙尾龜冇牙尾係秘書哦，牙尾。我會以為你。記咩唔記得，嗌咩唔記得，一張嘢過後，張相都有影水罐咧。就你講，人家水罐不用幾片，不用一張嘢。係都唔掂，打開來，裏頭有一條呼氣。歡
欢迎大家都做来后上台上我的节目现场，刚刚最近大家讲到按到用扮演是2岁，没讲到是2岁过后可能自家身体会出现轻度的状况，唔好吼，等到最近身体出状况，再来后悔讲啊头摆冇适合多条水吼，最近系，不过还要提醒大家，国民健康书本来建议讲说，一杯水差不多係240到250 cc 按度哈，一年就要是6到8杯，甚至10杯，可能建议的状况没讲，我今天就是规定喝8杯，那根本就装蛋浆做得写8杯，超过1盒那是总得写。跟住係啱啱嘅，應該冇好。假設我根本係出去潤同，我咪出動到汗，我就寫很難動。假設我還是一天只喝8杯水，我用油辣，冇辣嘛，係咪？像出按多汗那年。所以按度可能用唔好食水，電到兩個滾水係適合多啲。唔過正經來講，你下現代人要係咪多適到嘅拍滾水，真係有下困難嘅理解。佢用扮演本身係適合多啲嘅滾水。其實我知道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就係去空間檢查。嘿，因為嗰時你就會看到哦，到風濕嘅時節啊。真見出嚟，家來食水嘅。其實係講咧，我有陣時其實係做事嘅時節聽無限啊，我也唔記得我食水。嗰時候可能要像家下自己講嘅，像調鬧鐘啊、元氣啊、app 啊，像我調擺嘅時候要買嘛嘅智能水壺，佢會震動係要買咁多啊？用蟲嚟講根本冇上愛帶。唔該買按度，按一太簡單咪做嘛嘅。我調鬧鐘，要調得過後。行喺邊度幾片，咩無效？鬧鐘響係留幾溜鐵，係真嘅，嗰種無用無效，所以最重要係乜嘅？行喺留幾闊鐵，而實體真有效，佢假能要乜嘅假拉貨，係咪？我有咧行通鬧鐘，鬧鐘就會硬尾啦，我就買水罐嚟，你看，安尼，哇，呢個紅茶 Good morning， 我記得是水啊，幾多點？9點10點鐘啊！咁真嘅要配合邊個時間？我就攞一罐嚟水罐嚟半牙尾，佢就講誒時間到你就拿半牙，我就是因為我自己牙尾嗰啲冇牙尾係邊數哦？我會有嘢，佢咩唔記得，我咩唔記得。一張嘢過後，張相都有呀，水罐嚟。即係人家水罐就不用幾片，不用一張嘢。係都唔理，打開來，呢度有一條呼氣。喺腐蝕眼啲裏邊。按人家都在講多句。係真嘅，嘅呼氣用挺好笑。用歐巴，真嘅，佢想講帶到地都一張嘢都冇事情啊，想講帶就係壓水罐嚟係咪？唔係啊，有買線嘅，他唔是要進咗。你咩冇生牙關咧？你嗰隻水罐再拿去檢驗一下，可能裡面有外星生物。係啊，可能個水有問題啊。怪你還可以乖乖生茶貨嚟。冇要緊，反正你們都是假生面嘅。係啊，冇要緊，反正有問題咩係唔要。也會懂好啦，係會懂好嘛。不過按煙風這個多式滾水有乜嘅鋪數嘅搞大家。我喺香港睇下就做啲多運動，因為我自己係過考打籃球，我同佢啱不一時間，我同佢好朋友就講我係可以打籃球。一打籃球嘅時間就會過運動嘛，過賭學啦，跟投球啊，咁嘅運動量很大，這樣會上來市場嘛。嗰時候嘅就係做啲人就會去買啊，嘅便利商店就買一罐2公升的那個一大罐礦泉水。一 Q 大下來，讓水妹是下來，嗰時候就是你做得多運動就做得多，是水妹就一件尼姑，我是講亞夫。冇錯，其實你用調鬧鐘來講，用 app 來講，用那水管，當然會想到那種問題嘛，用那種樸素來解決。不過最重要係乜嘢？就係設計來加油，係冇錯。阿家呢問一下，這種時間有人會講一種用平衡的方式來解決食水，然後食茶水，然後食涼水，你自己有冇鋪數？其實呢，因為我帶有綜合，總算有一部嘅有愛送服務，做啲涼水送到牙部卡，牙把牙咪當天當一天，是飲茶，發錢，所以張嘢有錢啊，係冇，佢都是講到，呢張嘢當日是涼水，如果講到，嗰時候佢就跪天，牙尾就講啊。
拜六拜日当做在是奶茶类，拜日到拜五做的是购置水。都用很原先我挨都冇检查，反正挨出去会调来。基本相關都係加熱哦，嘅壓力用咧，壓力用只加上講到，你平常就係食滾水，不過又相信想係食涼水嘅時節多，但用半天接一個平分。愛其實氣度好，挑戰大家講嘅都動好。干灌甜是係意志力，韓國嘅 batch 加，其實是係很容易啦。因為我哋下係造型挑是會是比加倍，係加倍。韓國是會去圖書館，圖書冇是做世界世界，該圖書館是做唔得帶涼水落去啊，是比這個好，好嘢下來貴嘅世界是種水式。韓國我哋唔會買該動態嘅紅鵝，因為動態紅鵝是會臭啲該片，貴嘅是冇紅來行嘅，是會1點鐘、2點鐘自家去種水。韓國實體了後，做勢了後，仲係賣涼水，所以水就食到，韓國涼水咪就食到咧。所以乜解就是避免所有通勤又慢焦，又改革機，吼，涼水真緊是好少掉啊，兩行可能變到安靜。學少啊！哦，理解咧，知道嘅涼水到水之間用板型來做到平分。知道香港呢愛做平分嘅法，像愛說嘅法，就做一說你就會高質水啊、也掉啊，其實會較空間掉嘅啦。韓國有什麼同嘅啊，其實哎用咩做啲平分呀？你係單條按撫一點點，按撫自家點點。減少就錯嘅啦，嘿，我說我知道意志力，像剛才你用講嘅係當重要嘅。大家都講到一嘴後發，我自己會做嘅事，全部都冇意志力嘅，有意志力，用喺上扶皮。兩位按講，不過最尾行喺分享嘅國民健康書有本大家10歲嘅時節，10歲有50鋪書喺本大家向下來參考一下吼。這本書放床嘅時間，看 Good morning， 就係有 Good morning， 係放床就食一鼻水嚇。吃飯之前啊，吃飯過後全部再食一鼻水。韓國春愛時節愛帶水，韓國假使唔正經。都唔驚嘅，無法度接受嘅拍滾水嗰種鮮，跟有上時會講加一些嘅茶米，又講到底部加一些嘅微微嘅糖，又嘛個做嘛個有米絲嘅水，還有最尾咋就係嘛個用嘅最少，我食到1500 cc、1500 cc 嘅水哦。假使你冇食到呢個，你可能就冇法度咯。過年過後去從嘉年強咯，愛開那個繞耳店嘅吼，到時間繞耳割下來。咁個提倡所有嘅鄉親朋友，食水係人類最重要嘅事情。記得下個禮拜強下世界要強下來收看後生太上公，要花太假公。相信了下要當然當好食涼水，尤其啊，武漢7隻幾年過後啊，來一杯涼水，真經會帶來細細嘅幸福。不過啊，食涼水家下，天窗要接好時間，接好量，莫因為一個搶到涼水，電到操心負擔了。希望大家要健康注意自己嘅身體康健哦。